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37天的共读，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读是撒母耳记的上和撒母耳记的下。今天我们要请黄君义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大家早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有聚集我们，能够一早又能够一起来读《使徒行传》，求你让我们在读的时候能够安静用心的思考，然后读完之后能够更有你加添给我们的力量，来面对今天即将到来的挑战。让我们能像使徒保罗一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神益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在《使徒行传》27章看到一段非常精彩的记载，就是路加他好像带领我们身历其境来走这一段从凯撒利亚到罗马的旅程，而在海上在航海当中所遭遇的各样的现象，路加非常忠实、完整、清楚的记载，也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航海的记录。那保罗选择用水路。被用水路带往罗马，是因为可能比路上的这个交通，路上可能被埋伏要安全得多。那保罗也有劝告这个百夫长和这个船主，在冬天当中航行气下不稳，但是百夫长犹留他只听信船长。那果然遇到了海上的风浪，但是保罗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用上帝所给的意象来安慰全船的人，来安定众人的心。那船只后来果然也搁浅，但是甚至罗马士兵想要来杀这些的犯人，怕他们逃走，但是上帝也安排这位使者，就是百夫长。所以每一位路加把这个事情的原委看得非常的透彻，也把它写在路加福音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出上帝的旨意。那么今天要来进入最后一章28章的前半段，保罗他抵达罗马。首先我们请君毅来带我们读28章的1到4节。好，第一节，我们获救上岸后才知道，那岛叫马耳他，岛上的居民对我们很友善。当时因下雨，天气又冷，他们就生火接待我们。保罗捡来了一把柴，放在火中，有一条毒蛇受不住热，钻了出来，缠住他的手。岛上的人看见那条蛇悬在保罗手上，彼此说：“这个人一定是杀人犯。虽然从海里被救了上来，天理还是不容他活着。”谢谢。那昨天看到这艘船如同保罗的预言要搁浅，让他们在半夜当中摸不着方向，虽然测得水深越来越浅，以至于有些人想要逃跑，但是保罗吩咐这个百夫长要把救生艇把它砍断，不要让人来离开。那果然276个都安全的登陆，也如之前所说的一根头发都没有少。但是后来获救上岸，这个船的船尾虽然损坏但是大家都能够平安登岛。那这岛叫马耳他，好，那在和本的翻译叫米利大。现在最后一本又把这个耳朵的耳改成这个耳，好，这个耳字旁，好，就是让我们现代人更能够常使用这个马耳他岛，是在意大利半岛南边的一个知名的这个景点哦。昨天我们有介绍这个马耳他米利大，它的意思就是避难所，那是马耳他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那在主前218年归入罗马管辖。昨天我们有看到这个马耳他岛的这个岛上的景象，还有建设建筑非常的罗马非常的意大利，那也是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那但是因为他们的已经是在冬天航行，又在海上漂流，至少半个月，那所以他们在这边大概是在
11月左右，好11月好11月左右，好那属于是地中海气候当中一年当中寒冷的时期。那他们让岛上的居民，好他们应该不是土人呢，不是土著，好有时候我们读这一段会以为他们来到了一个蛮荒的小岛，好并不见得。好，那因为它离罗马非常的近，好，其实罗马要治理这个地方也更加容易哦。好，那我们看到马耳他岛上的建筑，好是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的现代。那但是在岛上的人对待他们呢是很友善。好，那但是在烤火的当中，有一条蛇缠住保罗的手，好，所以众人看见说这个人他已经才好这群人好不容易从那个天气很不稳的有拉格罗的东北飓风当中能够存活下来，但是现在呢，居然蛇都要跑到他的手上，好，那蛇缠住他的手，好，当然就是要咬他，好，所以是天理不容哦。好，接着再请继续带我们来读5到10节。好，可是保罗把那条蛇抖在火里，自己没受丝毫伤害。大家等着要看他的手肿起来，或是突然扑倒死去。可是等了好久，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就改变念头说他是神明。距离那地方不远，酋长布百流有一片田产，他欢迎我们，诚意款待我们3天。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在床上，保罗到他的卧室去，为他祷告，按手治好了他。这一来，岛上所有的病人都来了，也都得到医治。他们送给我们许多礼物，开船的时候又把我们途中所需要的东西送到船上。好，那这一条蛇呢，好钻到保罗的手上，好，那而且是条毒蛇，好，那毒蛇应该就是有比较明显的花纹颜色，所以众人想说这个已经准没好事了，好，但是保罗却把蛇甩在火里面，却没受伤害，好，那大家想说保罗的动作应该会被蛇咬了一口才会把蛇甩下去。好，但是等了许久，好，却看保罗仍然无恙，所以就转念认为他是神明。马可福音16章18节说17、18节说，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不会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那这是耶稣他在升天以前对差遣11个使徒所说的话，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保罗一路上从耶路撒冷、安提阿来到了罗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也印证了耶稣所对门徒所说的手拿毒蛇，好，所以也不怕也不会受害，好，并且后面我们也看到当在这个岛上好的百姓呢，对保罗转念，好，认为他本来一定是一个穷凶恶极的人，才会天理不容，连蛇都要咬他。但是蛇居然没有咬他呢，就转念成为他是神明，就对他有好几分的敬意。那接下来提到这个岛上的岛长在何修本是翻成岛长，但是在这里写成酋长。那酋长会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部落的这个酋长一样，好，那但是岛长应该是比较好的翻译，就这整个马耳他岛，好，就像他们去到塞浦路斯这个省的省长好一样。那这个布百流它的意思就是得到众望或是受欢迎所以他这个当岛长也是得众望受欢迎，他就接纳欢迎我们，好，所以路加也在场款待我们3天好，那么看到在28章，好，那还有27章，好，这个很多的3天，好，那比如说他们在海上漂流，然后第3天怎么样？好，现在他们在岛上好被热情的接待3天。那甚至的保罗知道布百流的父亲患了热病和痢疾那热病和痢疾也是一个当时的流行当时的这种常常会发生因为医药的关系，因为卫生的关系，所以卧病不起。
那保罗去见他，并且为他祷告，按手治好他，就如同刚才马可福音16章18节所说的，为病人按手，病就好了。那所以他们呢，在用这样子来荣耀神的名。但是路加显然也没有刻意要在这边多提到保罗如何向这个岛上米利大马耳他岛的这个传福音的细节，反倒是只有提一些的事项和动作。那可能他也是要把整个路加福音，就是使徒行传要做一个收尾。那所以以至于整个岛上的人都来了，那也得到医治。那甚至说他们岛上的人呢许多都多方面的尊敬我们，到我们要到开船的时候，把我们所需的东西都送到船上，因为他们前面呢已经把很多的东西麦子都丢到海里面去，为了减轻重量，让船能够稳定，让船夫能够这个划船的时候能够不会太费力。好，那现在他们又完成补给。那这艘船虽然船尾有受损了，但是他们在这岛上呢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接下来请居带我们读11到15节。好，过了3个月，我们搭上一艘从亚历山大来的船，这船名叫双神号，是停在纳海岛过冬的。船到了叙拉古，我们在那里停留3天，然后再开船到了利基翁。第2天有南风，所以2天内我们就到了布丢利，在那里遇见一些信徒，他们邀请我们停留了7天。就这样，我们到了罗马。罗马的信徒们听到我们抵达的消息，就到雅比乌市场和3馆来迎接我们。保罗一看见他们，就感谢上帝，更加壮胆。好，谢谢。那这里提到3个月，所以这3个月时间就是大概我们西历的11月、12月、1月，就是大概冬天的时候，也是在地中海当中不适合航行的期间，因为这个气象变化很大，那可能连船长都认为是可以的，但是突然没多久就起了东北风和有拉格罗的飓风。那他们搭上一艘从亚历山大来的船。那现在这种译本这样的翻译呢，会让我们读起来觉得这艘船是另外一艘船。好，但是如果我们看和修本是上了亚历山大的船起航，那所以这个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在昨天的27章的第6节，好，那就知道他们从这个美拉利亚出发，搭了一艘要到亚大米的船，那到了美拉之后又换了一艘船，好，换了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好，那所以这276个人呢都在这船上，不是所有276个人都是百夫长，都是跟着保罗，因为这是一艘运粮食的船，才会有那么多的麦子，好，或是运粮食。好，但是我们如果这2节来对照的话呢，这艘船可能就是原来他们在美拉搭的那一艘船，不是另外还有一艘船。好，那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游览车坏掉了，然后就打电话给公司叫他们能够再派一艘游览车来接我们，这么容易。还有加上276个人，要这么多的人，要再叫一艘船来载他们离开，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按照前后的逻辑连贯起来，这3个月当中，他们是把船尾的地方破损的地方呢，可能来修好，并且修好之后呢，他们再继续的用同样这艘船。那这艘船呢，在这里出现它的名字叫做双神号。双神号这个名字也是和本用的比较原味，就是宙斯双子。宙斯双子，那宙斯双子是2个神明，那他就是宙斯的双胞胎儿子。那传说这2个儿子2个儿子就是在保护旅行者跟无辜者的神，也是航海的守护神。
那据传宙斯双子的记号呢，就是能够在暴风雨中带来帮助，那也就是所谓的双子星座，这个星座当中的双子星座。那当时认为他们的星座如果在风暴当中可以被看见，如果在风暴当中看到天上的双子星座，那就会带来好运了。所以这艘船呢，他们在这个27章的海上风暴当中呢漂流，因为连白天跟夜晚都分不出来啊，更不要说连这个看到双子星座，甚至最后搁浅那一天呢，他们都只能够在半夜里面用绳索去探这个水深，那也看不到前面有没有岛，那知道他们真的是登上了这个到搁浅登上马耳他岛为止。那他们来到了3个月后，他们也是结束了冬天，所以可能已经来到了2月份，现代的2月份。那这艘船呢就开到了叙拉古，在那里停留3天。那叙拉古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从米利大就是马耳他岛到叙拉古的距离并不远哦。好，那大概只有140公里的航程。好，那他们已经就是越来越接近罗马。好，那就是来到意大利半岛这个西西里岛上。好，那这个然后接着又从叙拉古去到了意大利半岛上的基利翁啊。叙拉古的意思就是叙利亚的听力啊，就是它的耳朵。好，那叙利亚在这边，叙拉古被翻到这边呢，就是好像所有叙利亚的事情是从叙拉古传来的意思。那基利翁是指侵害或是违反，那也是大概110公里的路程。那他们路加有记载，他们来到了布丢利亚，所以这段路呢，也不是从陆路，也是坐这一艘双子星号宙斯双子啊。所以我们可以再从这地图看到，红色的线呢，是一艘船，绿色的线呢是一艘船。那有人认为蓝色的线呢又是另一艘船，但是可能绿色跟蓝色的线呢其实是同一艘船啊。那都是276个人要前往罗马的船。那我们来看叙拉古，这是今天叙拉古岛上的这个样子啊，建设的非常的意大利，非常的意大利的这个气味和气息啊。好，那也是非常的繁华，从这里就可以直接看到意大利半岛上的这个山啊。好，这个景色是非常的漂亮，好，那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好，那在叙拉古有很多的教堂。好，那有记载使徒的这个教堂，或是教父的教堂等等。那利基翁那就是在意大利半岛这个靴子的鞋头的地方靴子鞋头的地方。好，那也可以看到今日在这个利基翁上面的建筑建设。那布丢利呢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庞贝城的旁边了，在这一段也是用航行的。好，那已经离罗马越来越近，但是我们看到路加在这边的记载，就是一节里面就同时带过，可能在叙拉古也好，在利基翁也好，在布丢利也好，可能都有一些保罗在那边，或是跟这276个人传福音交谈那的一些事情，但是显然路加他没有再花时间去记载这个部分。好，那这是今天的布丢利，在布丢利当中还可以有他们先挖出来的这些的遗址，还有留下来的竞技场的照片。那这竞技场也很特别它是在城市的中心。好，那也离海港很近了。好，那当时罗马人的休闲和娱乐还有兴趣呢，好像我们在看剧一样，就在看表演，而且他们是真人演出，那他们也就把它放在市中心上。那这样他们就到了布丢利。好，那在布丢利离罗马就已经是相当的近了。那他们在那边也遇到了基督徒，这里讲到信徒就是遇到了一些主内的弟兄，不再是犹太人。那所以他们叙拉古停留3天，那来到了布丢利又停留了7天，那终于他们就抵达了罗马。好，那从布丢利呢到罗马这段路呢，就不就可能是从路上来航行或是路上因为这个路线
好还有经过了雅比乌跟三管啊，好，所以再从三管是最后是陆路登陆这个进入到罗马城啊，好，那他们就抵达了罗马，好，然后就罗马信徒罗马教会听到这个保罗来到的消息呢，就到雅比乌市场还有三馆来迎接我们了。好，那所以雅比乌罗马呢，好，我们先看罗马，它的意思就是 power， 就是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 power， 就是力量啊，是主前9世纪，好，那比这个先知以赛亚还要早200年时期就已经有人在这边居住，好，那是建立在7个小山丘上好的一个城市。那当时罗马帝国的罗马呢最大城，人口已经达到100万人了，在这里居住，100万人要用水，100万人的生活居住，这个要发展建设呢是相当不容易哦。它的这个卫生系统还有它的食物也都要供应的足够。那离罗马不远的就是三馆和雅比乌啊，好，那雅比乌呢，从雅比乌之后呢，好，这里从布丢利之后呢，可能都是走路上的行程，好，那这艘双子星呢就功成身退啊，好，让他们可以顺利的抵达罗马。那雅比乌它的意思就是雅比乌市集或是雅比乌广场。好，那在当时呢，是一个盗匪、刺客、骗徒聚集的地方，就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不能住在罗马，他们会在罗马的郊外，好，在那边来居住。好，那从雅比乌到罗马的路上的路线呢，大约要70公里啊。那他们走的是一条罗马大道，叫雅比安的罗马大道。好，那三馆呢，好，又离罗马又更近，好，就是剩50公里。好，那它的意思就是3间旅馆或是3间酒馆。好，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罗马的几张的图片。好，这是坎帕尼亚的剧场，好，在罗马城内。那以及罗马的竞技场，好，是最有名的，就在罗马的市中心，还有罗马的这些的遗址。好，那罗马留下来这些不同时期的罗马的建筑。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市中心当中有各样的神庙、各样里程碑各样子的凯旋门、竞技场、国家档案馆，都非常的密集，非常的集中。好，可以让我们想象当时100万的人居住在这边的生活啊，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也可以看到罗马帝国的强盛，远胜于这个前面的希腊帝国，又胜于前面的波斯帝国。好，那但是呢，可能不能取代的是这个巴比伦帝国。我们从读但以理书知道，这个但以理看见的异象，金色的头、银色的胸、铜的腰和铁的腿啊。而罗马帝国呢，所代表的就是这个腰以下的部分。后来罗马帝国也分成东罗马和西罗马。好，那今天的罗马的游客，那在意大利。那如果从画家来看呢，当时的罗马的建筑呢，不会输给今天的这些建筑的工艺啊。那他们真的是花了数百年的时间，好，来打造各样的神殿，还有各样子的建筑，那非常的密集。好，那当时罗马的元老院，在罗马元老院内开会，好的这些场景呢，或是情境呢，好，那都是可以看见罗马人的这个身份还有地位。雅比乌市场，那就是一个雅比安大道上的一个市集和市镇。好，那虽然离罗马只有70公里啊，但是它是罗马大道的前面的主要的地方啊。好，那它铺设这条罗马大道呢，好像在铺我们今天的高铁的意思一样，就是要让这个可以快速的往返啊。好，那它甚至在路面都是用石头来铺。好，那在这个雅比安大道呢，有350公里啊，好，一路可以接到到马其顿去啊。好，那雅比乌市场在当时画家呢，好，也是一样。好，它离罗马70公里，在这边的建设呢，为了要运输补给，好，那也是一个非常发展的地方。好，那在20世纪初，是上个世纪还可以看到雅比乌市场的这些的一些旧的照片呢，以及这个 AI 所画他们当初怎么样罗马人来铺这个雅比安大道，好，到这个大道使用的
这里是主前300多年，好，那就开始铺设，一直用到现在，那甚至有600多公里远。那最后3馆呢，好，就是指3条路或是3间旅馆，好，那它有很多的名字，各种说法。好，那3个城镇、3个杂货店、3个铁匠铺、3个餐饮店，好，或是什么3姐妹、4博士牛肉面，类似像这样的意思啊。好，那它是应该是指3家店啊，3馆。好，那这也是今天3馆可以看到当时的比安罗马大道所经过的地方。那这些铺的路呢，其实都已经有数千年之久，2000年以上啊。好，那可以看到当时的样子。好，所以这是保罗他终于抵达罗马，好，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好，那他上帝呼召他悔改信主。好，那在这保罗的部分的前身呢，就是彼得行传。好，从使徒行传第1章，好，一路到第12章。那13章到我们今天读到28章呢，是保罗行传。那也看保罗他的悔改。好，从第9章，好，他悔改之后，到了13章，保罗第1次布道旅行。好，接着3次布道旅行到第4次。那保罗是一个受审坐牢之旅，从耶路撒冷，好，然后到凯撒利亚，在那边坐牢足足2年，后来经过亚基帕王，好，认定他可以去见凯撒。好，那在意象当中，好，那昨天的27章就是他们在航海当中，使者也对保罗说，好，不要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好，所以这段话被记载在这边，好，让人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保罗到底有没有见到尼禄皇帝。好，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在路加的记载，好，都是千真万确，好，那这个意象也不会落空。保罗可能见到了凯撒，好，只是见到凯撒呢，好，可能是被判刑，好，因为保罗后来是在罗马监狱被关在罗马监狱当中，那是不是凯撒尼禄判的呢？好，那我们就不得而知。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保罗他是在外邦人君王还有犹太人面前做见证。那这时候开始从凯撒利亚2年后航行，有停了西顿。保罗还去拜访了朋友，后来从塞浦路斯的北边到了美拉，换了一艘船，然后经过了格尼图，然后因为风很大，所以他们就选择从克里特岛的南边，可以稍微挡住风。好，那到加奥，到加奥的时候，保罗就觉得情形不妙，劝他们不要再往前。好，但是他们想要再往东边去啊，想要到腓尼基啊，这个克里特岛的腓尼基。好，结果到不了，就一路被吹，甚至吹离了高大岛，只看到高大岛，好，表示说他们真的是这个船夫再怎么样努力的划，好，也没办法贴着这个岸来行，就开始了连续半个月的海上漂流迷航，那差一点好搁浅到这个北非好的这个塞尔底的浅滩，好，但是他们却有得到意象，好，所以来到了马耳他岛上。好，那马耳他呢又待了3个月，又到了叙拉古3天。好，到叙拉古3天之后，又到了布丢基利翁，叙拉古3天到了基利翁1天，好，然后到了布丢利7天。好，那7天之后已经就遇到了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那他们再从陆路经过了亚比乌3馆，来到了罗马。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明天会看到他在罗马出租住了2年了，好，2年。好，那在罗马的这段期间，好，那保罗也写下了这4封的监狱书信了，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那也有人认为这个监狱书信不是在罗马，是在凯撒利亚的时候写的，因为他在凯撒利亚也被关了2年。好，那但是比较多的学者都认为是在罗马的监狱所写的。那后面保罗离开罗马监狱之后，还有另外的3封书信，教牧书信。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还有第5次的布道旅程啊。好，这我们去年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有提到。好，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好，
每一个意外都其实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即便是一条毒蛇在保罗的手中，但是这条毒蛇本来是要保罗的命，现在呢却提升了保罗的地位，让他们得到款待啊，所以他们276个人都被这个马耳他岛上的岛长所款待。那所以上帝虽然打乱了整个去罗马的行程，但是把保罗带来岛上也有他的美意，让这个岛长布百流的父亲病得医治，还有岛上的这些许多的病人也都得了医治。他们不仅是尊荣这群的使徒们，相信更是尊荣这个主，能够主成为他们的救主。那276个人在岛上度过寒冬3个月，但是一根头发也不掉落。那这艘船呢，也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双子星号。那让保罗历时3年，从他第3次布道旅行回到耶路撒冷，他以为他就是有锁链捆锁，甚至在那边他就准备要丧命在耶路撒冷，但是却没有想到，神要继续让他在耶路撒冷怎样为主做见证，他就要继续在罗马为主做见证，所以在罗马为主做见证的方式，就写下了4封的监狱书信。那这样的见证呢，不是像当时的人，也是像我们这时候，以及像世上的人，好像全世界的人来为主做见证。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透过线上的共读，也一起来看保罗他第4次的传道旅行，他一路上来到罗马的各样所作所为，透过路加的记载还有文字的叙述，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也感谢圣灵你带领我们在这当中，与我们一同来经历保罗所经历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的世代当中，我们要继续的与圣灵来同工，能够继续在外邦人、在君王以及在犹太人的面前来见证主。求主你再次赐给我们力量与能力，我们再次把我们今天各样的事项，把我们在祷告会所带导的各样的事项，以及把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要完成的事项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帮助，求主来带领，也继续看顾在南台湾受损受灾的地方，也求主来看顾和怜悯。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君毅，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牧师，拜拜，拜拜，谢谢，平安。